创世纪第32章，雅各准备甲以扫见面。雅各继续伊的行程，上帝的使者拄着伊。雅各看到因就讲：“这是上帝的营地。”伊就甲迄个所在叫做马哈念。雅各派人先去以东地区，就是西珥，见伊的兄哥以扫。雅各交代因讲：“恁得甲我的主以扫讲，你的仆人雅各安尼讲：我伫拉班遐寄居，大到今仔日，我有牛、驴、羊群、仆人、女婢。但我派人来对我的主报告，毋望对你得到恩典。派去的人倒来甲雅各报告：阮有去你的兄哥以扫遐，伊已经来要看你，佮带400个人做伙来。雅各大惊佮烦恼，伊将甲伊做伙的人以及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做2队，想讲以扫若来攻击这队，剩的迄队要通逃走。伊祈祷讲：我的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的老爸以撒的上帝，上主啊，你捌甲我讲，你着倒去你的本地本族，我一定要好款待你。你的仆人真卑微，袂堪得领受你的慈爱甲信实。我以前简单举管仔过约旦河，但我已经带2队人马倒来。求你救我免受我的兄哥以扫的伤害。我真惊伊来杀死我甲我的某囝。你嘛捌讲，我一定要好款待你，互你的后代亲像海边的沙，做甲算袂了。迄暗，雅各伫遐歇眠，就对伊的前生经礼物要送伊的兄哥以扫。山羊母200只。山羊公20只，绵羊母200只，绵羊公20只，骆驼母甲因正年的骆驼囝30只，牛母40只，牛公10只，驴母20只，驴公10只。伊将这个精生分做一队一队，交代伊的仆人。伊甲仆人讲：恁做前去，互逐队保持距离。伊个吩咐带头的仆人讲：我兄哥以扫拄着恁的时，伊若问讲你是甚物人的仆人，要去倒位？你头前遐精生是甚物人的？你着讲：这个是你的仆人雅各的，是要送我的主以扫的礼物。伊本身嘛伫阮后面。雅各阁吩咐第2、第3甲所有赶逐队精生的仆人讲：恁拄着以扫的时，嘛着照安尼甲伊讲。佮恁嘛着讲，你的仆人雅各伫阮后面。雅各家己拍算讲：我用头前遐个礼物来解伊的怨恨，后来我才见伊，可能伊会接纳我。后来伊互遐仆人带礼物先行。迄暝雅各歇伫营中。雅各甲上帝的使者相演。雅各眠时起来，带伊2个某、2个女婢甲11个囝，拢过雅卜河的渡头。伊大声互因过河，嘛互伊其他所有的过去，只有剩雅各家己留伫遐。迄时有一个人来甲伊相演，演到天曝光。迄个人看演袂赢雅各，就伸伊的大腿躯。相演的时，雅各的大腿躯突轮。迄个人讲：天要光啦，着放我去。雅各讲：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毋放你去。迄个人讲：你号做甚物名？伊讲：我叫做雅各。迄个人讲：你无要阁叫做雅各，要叫做以色列。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拼输赢，拢较赢。雅各甲伊讲：请甲我讲你的名。迄个人应讲：你无应该问我的名。伊就伫遐甲雅各祝福。雅
雅各就甲迄个所在叫做比罗伊勒讲：我长头对面见着上帝，我犹无死。雅各离开比罗伊勒的时，日头照着伊，雅各摆骹，因为大腿已经脱裤，所以以色列人到今仔日无食大腿裤的筋，因为迄个人甲雅各献大腿裤的筋。